咱台灣捌經過43年無民主自由的白色恐怖時期，頂年呢，行政院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記憶日。不過，伫咧去年立法院通過紀念日及祭日實施條例時陣，煞甲提掉。為了要建立社會共識，互愈濟人理解設立5月19白色恐怖記憶日的重要性，就民間團體發起音樂串聯行動，希望招有共款理念的音樂人，抑個店家呢，透過音樂，互愈濟人來了解到白色恐怖這段歷史。閃靈的歌舞在武德殿當中，男主角在咧白色恐怖時代，互獨裁者奪走性命，也為伊利高女為政治受難者過一生的查某囝歌劇化所創作的幽暗的故事。回憶越來越模糊，害怕讓記憶沉默，人們不願多說。其實這20年來，台灣有較濟以台灣塑造主體的音樂創作，有民團要招有相共理念的音樂人甲店家，同齊來參與陶瓷記憶音樂串聯行動，要透過音樂，讓愈濟人了解白色恐怖這段歷史。關於228或者是白色恐怖，其實我們是在歷史課本是沒有學到的，那都是我們長大以後才學到的。透過我們這樣的行動，然後讓孩子更年輕的人，然後他們可以知道台灣不只是228，還有更多的那個台灣的歷史。發起音樂串聯行動的郭寬敏基金會表示，因唔是要辦音樂會，是要招音樂創作者在咧每一場演出的時，攏通向歌迷建立歷史感，也個有對白色恐怖的認捌。嘛，希望透過安尼形成社會共識，讓519白色恐怖記憶日通正做國家的節日。音樂的串聯的行動吼，其實佇每一場誒，這個表演的這個場合內底，遮個樂手、遮個這個樂團吼，因會透過吼邀請歌迷用寫批的方式，要求因拜託因吼，較緊的來恢復到佇制度面頂，恢復到這個519白色恐怖記憶日。今年行政院甲5月19正式定做白色恐怖記憶日，不過去年立法院通過的紀念日甲祭日實施條例煞甲提掉。基金會表示會繼續打拼，讓愈濟人認同519白色恐怖記憶日的必要性，愈知影珍惜民主甲自由。記者盧尚如、鄭俊佑台北報道。